这被害者若准细汉的时阵受到性侵，安尼大汉了后要提诉讼超过时间，安尼就无法度啊。虽然讲法务部伫今年8月已经有5个修法，也毋过呢草案到当时还未送去到立法院。另外，这犯罪被害补偿金敢有被修正，嘛犹阁无消无息。所以民间的司改团体呢是呼吁法务部甲立法院，就要赶紧推动修法，莫阁拖沙。MeToo 运动推动性平散发修法，不过真侪受害者细汉时受到性侵害，成年了后要提起诉讼的时，已经超过法律的时效追诉期。虽然法务部8月已经有讲修法，要针对未成年性侵被害者的追诉期时效来受刑罚，不过司改团体认为，相关法律像《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》和《民法》等等，法务部应该要同齐修法处理，避免被害者伫咧要求赔偿的时受到阻碍。2023就通过的那个法律，虽然有说可以这个延长5年哈，但是他不追溯，不能够溯及既往。他如果要依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要申请补偿的时候，可能没有办法。除了呼吁伫咧无共法律之间应当要有较较全的规划，范围要扩大以外，司改团体嘛认为讲，未来修法通过了后，若阵案件时效也未到期，伫咧也未修法以前发生的这寡案件嘛，应该要受到法律的保障。溯及到它时效其实还没完成，但是它事件是发生在修法以前，就是假设修法他们是通过之后的案件，那可以去适用这个新的时效。可是我们认为有些案件其实它的时效还没有完成，它虽然比较早发生，还没有修法，可是这个案件应该要被保障。司改团体指出，针对追诉权时效的改革，立法院已经提出14项修法版本，也毋过法务部有个的追诉权时效修法草案，到当也未送到立法院审议。另外，犯罪被害补偿金敢有要延期修正嘛，也无消无息。司改团体呼吁法务部和立法院调查党团，应当要赶紧推动修法程序，莫阁拖沙。记者卢尚祖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